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。来唱歌互我听，就互你红包200块。这是台中丰原一个68岁独居的阿伯，真爱听别人唱歌，讲会当祝福伊快乐。伊假日常常到公园，摕着家己所写的歌单，互民众抽歌单来唱歌，唱完一条歌就发200块的红包。讲等要唱歌的人拢排队排甲真长哦。啊！附近的民众讲，这个乡亲是一个大地主，一天上济发出着2万块的红包。啊！这个乡亲看到记者要甲采访时，歹势，讲大家快乐就好，就快闪离开咯。民众伫咧查甫人面头前唱老歌，唱煞伊嘛拍手送红包。唱这首歌就送200块红包，遮尔好看的代志，伫咧公园头前，成民众来遮排队。68岁蔡先生家己准备70多首歌的歌词，互民众当场抽、当场唱会听。查甫人佮唱讲，大家欢喜就好。75首以上的，最多85首。只要花的比较，有时候花的比较少啊，不一定啊，就随便花一点就好。查甫人看到记者淡薄避暑，嘛刷卡紧走。不过附近的民众讲，伊常在出现伫咧台中市丰原区的公园，一天上济当发2万块红包。卖菜卖水果，他赚了很多钱吗？对，可能赚很多钱啊。他听说他是大地主吗？有种笋子吗？应该是有。民众讲，查甫人无结婚，嘛无囡仔，伊伫咧潭子区有伫咧种笋啊、含进来吃，平常时啊卖去市场卖菜，便来到拜六礼拜，就炸红包来到公园，邀请民众唱歌会听。他人很善良啊，对，人很善良，不善于跟人家沟通。有迄单，伊互你念的时阵，有当时啊300-400。查甫人上早是伫咧市场内底听人唱歌，结果人是哪来哪济，影响着别人做生意，将活来到公园。凡说是因为独居，感觉真稀微，查甫人才用这个方式，互家己嘛互全部的人感觉真快乐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